江浙地區嘅各式乾貨喺呢度都買得到。2012年嘅一個春節，呢度就賣咗13000隻金華火腿，都係傳統舊式嘅火腿。我1年4季都唔使搽油，因為每日都會掂到火腿油，一日都唔知要洗幾多次手。我哋都係油水好足嘅。南貨店出售喺江浙地區廣受歡迎嘅各種醃臘食品，例如杭州人家家戶戶都會自製嘅醬鴨，上海人做醃篤鮮唔可以少嘅鹹肉，寧波人去到邊都會掛住嘅黃魚上，仲有百搭嘅筍乾、梅菜扣肉入面嘅肇慶梅菜，好似咁樣嘅南貨店，可以話係上海呢個移民城市嘅民間味覺紀念館。喺上海冇試過汪姐手勢嘅，就好難稱得上係頂級食家。無論係寧波菜、肇慶菜，定係濃油赤醬嘅上海本地菜，例如醬汁肉、紅炆蝦、煎鯧魚、油炆春筍同面拖蟹等等，汪姐樣樣精通。女人啊嘛，我都中意着靚衫㗎，唔理係肥定瘦，我都會去行街，同朋友一齊去。我只要睇到附近有街市咧，就唔見咗人㗎啦。啱啱買緊鞋，而家去咗邊啊？走咗去街市咯，我情願行街市。汪姐朋友最中意嘅就係佢最拿手嘅醉蟹。我自細就中意食，我父母就中意煮嘢。上海嗰啲弄堂房，一道門入邊有10幾家人，到時到後每一家都會煮飯。我自細每家都去睇，呢家煮啲乜，嗰家煮啲乜，我都去睇，我中意學。江浙一帶自古就用酒漬嚟保存食物，後來酒漬逐漸成為調味嘅一種方法。除咗醉蟹，醉蝦就係江浙居民其中一款最中意嘅送酒小菜。污糟嘢就喺入邊，用刷擦乾淨。你睇紅瓜，啲膏幾靚，好鮮紅，用嚟做醉蟹。做好之後，黃色就會變成黑色，越黑越好。加米酒可以令河蟹吐清泥沙。每個廚師都有自己獨到嘅調味方法，除咗上好嘅黃酒，汪姐亦都有自己嘅秘方。配料係每個人唔同嘅，我覺得咩調味料啱，我就放啲乜嘢，要調出蟹嘅鮮味，仲有菜式嘅香味。除此之外，密封保存都非常重要。上海人中意食糟嘅嘢，糟豬蹄、雞翼、稻香、送酒、送飯都非常之好嘅。製作酒糟，關鍵係要喺罐入面加入由黃酒榨出嘅酒糟。糟要放喺屋企裏邊清涼嘅地方，唔好俾太陽照住，風乾，要10日先可以打開。10日之後就可以品嚐汪姐嘅手勢。
糟醉其實就係酒漬，作用唔止係保存食品，更加可以帶出比新鮮嘅時候更加醇厚鮮味嘅味道。脫水乾製亦會起到同樣嘅作用，例如乾瑤柱同乾冬菇，只有經過徹底脫水，食物先可以變得芳香濃烈。喺林林種種嘅乾貨裏面，紫菜係一種被中國人廣泛使用嘅食材。喺福建各式風味小食入面，唔難發現呢啲嚟自海洋嘅風味。霞浦係閩東最古老嘅縣份，漫長嘅海岸線為霞浦製造出眾多嘅天然港灣，大海成為種植紫菜嘅一座水上農場。霞浦漁民林仁爵今日要為自己嘅農田再加設幾支毛竹。我18歲嗰年跟阿爸學種紫菜，我種咗28年。喺山上斬落嚟嘅毛竹，首先要經過處理，將裡面嘅竹節打通，方便將毛竹插入海底。喺海面上插毛竹，有風浪嘅時候會好辛苦。毛竹每支長16米以上，要插喺海裡面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喺田裏面巡視管理係林仁爵每日必做嘅工作。潮水一退，網簾懸掛喺海面上，紫菜苗進行光合作用，吸收陽光空氣。漲潮，紫菜苗浸入海水裏面，充分吸收養分。潮漲潮退，又到咗紫菜收穫嘅季節。紫菜要用火烘過先至好味，加熱令紫菜嘅色素同細胞發生變化，所以用火烘過嘅紫菜味道更加芳香濃烈。收成季節結束，但係林仁爵嘅工作並未結束。喺呢度，自然同人工嘅合作，演變出千變萬化嘅視覺景象。凌晨5點，台灣雲林縣口湖鄉嘅漁民迎接決定佢哋1年生計嘅關鍵時刻。烏魚子係台灣西南沿岸嘅特產，由烏魚卵醃製而成。由於外形似中國嘅麥，所以日本人將烏魚子稱為糖麥，並視為3大美食之一。300年嚟，
烏魚子一直係台灣最貴重嘅漁獲之一。每年冬至嘅前後10日，成熟嘅烏魚一定會由大陸北方沿海南下到溫暖嘅台灣西南部海域產卵。最近10年，台灣沿海各地開始人工養殖烏魚，烏魚豐收嘅季節亦被漁民稱為黃金季節。烏魚需要養殖3至4年，烏魚卵亦因而大而肥美。而家呢度已經成為台灣島內最大嘅烏魚子產地。攞魚子出嚟，用食鹽搽勻成條魚子，再醃4至5個鐘，板壓脫水，再經過日曬、風吹嘅過程，先可以製成優質嘅烏魚子。外形厚實飽滿，色澤橙黃通透。烏魚子有好多食法，遵循古製嘅香烤，最能夠發揮烏魚子嘅天然原味。燒烤之前要淋啲米酒，燒烤嘅時間極為重要，相差幾秒，口感就會有天淵之別。燒至兩面金黃，香氣四溢。入口之後會有少少黐牙。而魚子嘅質地就非常細膩，配上甘甜微辣嘅白蘿蔔同鮮辣嘅青蒜，就更能突出烏魚子綿密軟糯嘅口感。除咗傳統嘅香烤食法，好多餐廳亦開始推陳出新，將烏魚子配搭其他食材，例如係蔬菜或者係烏魚肉。曾經有美食家斷言，世界上最難食嘅食物就係唔記得落鹽嘅食物。事實上，鹽唔只可以調出食物嘅鮮味，利用鹽保存食物更係人類社會最通行嘅方法。曾經有學者推論，人類嘅歷史都係向住鹽嘅味道方向發展。大澳偏處中國南海一角，早年以盛產海鹽而聞名。自己醃晒嘅各式鹹魚係呢度嘅傳統土產，延續水鄉美食嘅傳奇。不過，隨住一代人年事漸高，呢啲古樸嘅味道亦逐漸消失。比鹹魚更令大澳人驕傲嘅係蝦膏同蝦醬，尤其係蝦膏，歷來都係炒菜同蒸豬肉嘅絕佳調味料。呢間係經歷4代人嘅100年老店。76歲嘅郭少芬係大澳本地人，做蝦醬已經超過50年。蝦膏蝦醬咧，如果我哋本身咧，本月生嘅4月8已經有㗎啦。4月初8我哋講農曆嘅。嗰啲比較鮮味，嗰啲係香味。呢種咧係粗嘅，呢種係滑嘅。最後咧出嚟嗰時咪切一片片咯。無論係蝦膏定係蝦醬，主料同配料其實就係最簡單不過嘅鹽同銀蝦。製作方法亦只係將蝦同鹽攪碎，然後放喺竹篩上晾曬。而家無論島外嘅醬園點樣發展，地處沒落漁村嘅100年老